Hello，大家好，又係我無名小卒咯。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主題就係現代女權主義、個體自由、公職秩序同埋社會最大利益嘅衝突。我會嘗試用自由至上主義 libertarianism 嘅角度去睇，去批評同埋解構現代嘅女權主義論述。喺進入深入討論之前，我想首先介紹一下今次簡報嘅3個核心分析維度。第一個係自由至上主義，我哋非常睇重個人嘅自主權、自願交易同埋消極自由，即係免受不必要干預嘅自由。同時我哋會分清楚咩係強制性嘅政府規則，咩係文化自然發展出嚟嘅自發秩序。第二個係公職主義，簡單啲講就係資源分配應該係睇個人嘅能力同埋實際產出，而唔係睇佢嘅身份標籤。所以我哋係會反對嗰啲會破壞效率嘅強制性配額制度。第三個係社會最大利益，我哋會評估一個政策好定壞，要睇佢對長期人口結構、財政穩定以至文明存續嘅正影響，堅決反對只顧眼前利益嘅短期主義。講完框架之後，我哋睇下歷史嘅演變，女權主義點樣由公平競爭一步步走向結果干預。首先睇下古典女權主義，佢哋追求嘅係消極自由，核心係打破制度同法律上嘅限制，例如爭取女性嘅財產權同合約權。呢種理念非常符合自由主義，每個人都係獨立嘅個體，有權自由處置自己嘅勞動力。但係去到現代女權主義，方向就變咗做追求積極權力，佢哋由最初嘅要求政府唔好干預，轉變成要求政府強制介入嚟達成結果平等。喺自由至上主義嘅角度嚟睇，呢種做法擴張咗國家權力，實際上係背離咗最初嘅古典自由主義精神。睇完歷史演變之後，我哋再睇下普選權擴大之後帶嚟嘅政治影響。喺呢度我想首先澄清我嘅立場，我個人係非常支持古典女權主義，即係每個人都應該享有平等嘅法律權利同機會。但係如果我哋單純以結果論嚟睇，普選權嘅擴張客觀上帶動咗大量女性選民進入政治市場，而實證研究顯示，女性選民喺機率上會傾向關注安全感、同情心同福利保障，多過追求個人利益嘅極大化，或者以效率為首嘅自由市場。呢種轉變導致道德敘事同弱者關懷好容易主導咗公共討論，而傳統基於嚴謹經濟效益嘅理性決策就被邊緣化。最麻煩嘅係現代女權主義善於利用呢種感性論述嚟去爭取支持，政客為咗投其所好，開始轉向追求短性嘅感性公平，而疏忽咗長遠嘅經濟效益，最終政治由理性討論咩對社會長期有利，變成咗以情緒帶動，一步步將國家推向大政府同債務陷阱。而呢種感性政治嘅延伸，最終必然會導致保姆國家 nanny states 嘅興起。當啲選民嘅傾向變咗，政客為咗贏到選票，就會不斷擴張福利敘事，承諾由搖籃到墳墓嘅包辦式保障。結果就係國家機構無限膨脹，財政紀律徹底崩潰。當社會大眾睇重政策嘅善意多過可持續性嘅嗰陣，赤字同高稅收就變咗做常態。喺自由至上主義嘅角度嚟睇，呢個係一個極之危險嘅交換，民眾自願放棄自己嘅自由去換取國家嘅照顧。呢種對政府嘅依賴，正正係由根本上侵蝕緊古典自由主義最核心嘅根基。講完政治層面，我哋睇下經濟同組織效能。自由至上主義支持文化上嘅平等嘅工作機會，但堅決反對政府用行政手段搞強制配額制，因為我哋相信唯才適用 meritocracy 先係社會進步嘅唯一引擎。如果政府強行規定性別比例，表面上好似好公平，但實際上會破壞公職秩序，造成優質人才被逆向歧視。當選拔唔係睇能力，組織嘅效能同創新力就會降下，最終受損嘅係整個社會嘅最大利益。所以依靠政府制度去強行改變，只係治標，改變文化同人心先係治本。強制性嘅規則，例如配額制同苛刻嘅反歧視法，往往只會造成更多社會衝突，甚至將企業招攬人才嘅過程政治化，反而掩蓋咗真正嘅能力差異。真正嘅社會進步應該來自觀念嘅自然轉變，從心而發。只要市場具備自由競爭機制，企業自然會去主動發掘女性人才嘅價值，根本唔需要政府透過強制力去搞社會工程。接住落嚟，我想解構一下現代女權最中意宣傳嘅獨立女性敘事。現代女權經常鼓吹女性根本唔需要男人，呢種極端嘅原子化個體主義，
完全忽略咗兩性喺生物同社會層面上嘅協同作用。最明顯嘅後果就係全球離婚率持續上升。當社會過度強調我一個人都可以過得好好，唔需要任何妥協嘅時候，婚姻嘅穩定性就會被大大削弱。遇到問題唔係去溝通去和解，而係輕易選擇去解藥。甚至由實證數據嚟睇，現代社會嘅離婚同分手絕大部分高達70%都係由女性主導同主動提出㗎。點解會係咁嘅？因為現代女權論述不斷灌輸一種觀念，只要關係有少少唔順意，你就可以隨時走人，因為你唔需要任何人。當極端獨立取代咗承諾同互補，解決問題嘅意願就大大降低，導致離婚率節節上升。離婚率上升帶嚟嘅係社會原子化同單親家庭數量激增，缺乏穩定家庭聯繫嘅社會係極度脆弱㗎。個人同家庭抵禦經濟風險嘅能力大幅下降，結果就係呢啲解體咗嘅家庭同獨立個體遇到風險，最終又只能夠求助於國家機器，依賴政府提供嘅福利保障同津貼，咁樣又再次形成咗一個惡性循環。極端獨立嘅敘事破壞咗家庭，而破壞咗嘅家庭又再過嚟推動大政府嘅膨脹。但係事實係男人需要女人，女人亦需要男人，兩性之間嘅合作同互補先至係人類文明最基本最穩定嘅生產同生活單位。可能大家會問，咁女權主張嘅男女人人平等，男人做到嘅嘢女人一樣做到，呢個到底有咩問題呢？呢度我哋就係要用經濟學最核心嘅比較優勢理論 competitive advantage 嚟去解釋。想象一下，如果你同你朋友開咗一間公司，一個擅長做 sales 揾客，一個擅長做 back office 睇數，最有效率嘅做法一定係分工合作，發揮各自嘅優勢。婚姻同家庭本質上都係一群合作伙伴，男同女喺生理上、心理上、風險偏好同性格上，喺客觀上就係有差異。當兩性根據各自嘅優勢去分工，例如各自負責唔同嘅家庭角色，成個家庭嘅效率同幸福感先可以極大化。但係現代女權犯咗一個極大嘅邏輯錯誤，佢哋搞錯咗平等嘅概念，強求均質化，即係要求男女喺各行業所有角色嘅比例都要一模一樣，強行抹殺咗天然嘅差異。呢種做法就好似夾硬要 sales 去睇數，要 accountant 去做 sales 一樣，完全違反咗勞動分工嘅經濟原則，結果只會令家庭同社會運作效率大跌，大家都做得更加辛苦，幸福感自然大幅下降。承接住啱啱講咗嘅分工，兩性之間嘅相互依存，其實係一個超越意識形態嘅生理同社會現實。由生物演化角度嚟睇，人類嘅下一代需要非常長嘅撫養期，所以雙親共同投入 biparental investment 一直以嚟都係培養下一代成長、發揮潛能嘅最佳環境。由社會契約角度嚟睇，兩性嘅結合唔單止係講感情，本質上更加係一種互利共贏嘅原始經濟合約。當現代女權一味強調我哋唔需要彼此嘅時候，帶嚟嘅代價就係孤獨感增加同埋心理健康問題嘅激增。呢啲個人層面嘅代價最終都會轉化成龐大嘅醫療同社會總成本，由全社會去買單。之前我哋講咗咁多嘅理論，不如我哋依家睇下實證數據咯。呢個就係著名嘅女性幸福感悖論 The Paradox of Declining Female Happiness。學者 Stevenson 同 Wolfers 喺2009年發表咗一篇好有權威嘅研究。數據顯示，自從1970年代現代女權運動大規模推進以嚟，女性嘅主觀幸福感相較於男性竟然呈現出結構性下滑。呢個發現非常震撼。明明現代女性喺法律權利、教育同職場上獲得歷史性嘅進步，但係佢哋報告嘅生活滿意度反而低過之前，而且呢個現象喺好多發達咗嘅國家都係一致嘅。呢個數據將現代女權嘅敘事一大巴掌咁刮落去。如果現代女權嘅路線真係咁完美，點解喺解放咗嘅女性之後，佢哋反而變得更加唔開心呢？呢個正正值得我哋去深思啊！講完個人幸福感，我哋再睇下家庭同教育。現代女權將家庭主婦塑造成受迫壓者，極力貶低私人領域教育嘅巨大價值。呢種文化上嘅歧視，等於夾硬將女性趕出家庭，逼佢哋進入職場做體制嘅勞工。呢種做法實質上代價非常慘重，傳統家庭教育嘅功能被嚴重削弱，高品質嘅人才培養過程被商業化同官僚化嘅機構強制取代。當父母忙於工作，下一代嘅培育被迫交晒俾公立幼托同學校，
呢個本質就係一種教育國有化、官僚體系嘅標準化教育，根本比唔上家庭教育嘅深度同個人化照顧。下一代嘅天賦同獨特創造力被隱藏，成個社會嘅下一代變成咗流水線式生產出嚟嘅平庸公民。如果我哋做一個社會長期效用分析，一個媽媽喺小朋友成長最關鍵嘅頭6年，傾盡心力去照顧同教育，佢對社會創造嘅長期回報，遠遠高過佢喺一般職場做一份普通工作嘅產出。當年最優秀嘅女性都被迫放棄家庭教育，社會就會面臨高端人才供應鏈嘅斷裂。我哋必須明白，社會最大利益係在於培養出更優秀嘅下一代，而唔係單純為咗追求短期 GDP 嘅數字增長，盲目咁將所有人推入職場，只會犧牲咗下一代嘅素質。更加嚴重嘅係，現代女權將生小朋友宣傳成職涯上嘅負擔，而唔係生命嘅延續。呢種極端嘅利己主義正喺度導致人口結構嘅毀滅性崩潰。大家成日聽人講生育率降低係因為買唔起樓、經濟差，當然有好多人唔生係因為呢個原因，但係呢個唔純粹係經濟問題，更加係一種反家庭意識形態洗腦嘅後果。甚至從科學角度嚟睇，呢種生仔係負擔嘅觀念完全係錯。研究同數據都顯示，有生育、有下一代嘅女性，長遠嚟講壽命反而更加長，身心亦都會更加健康。現代女權鼓吹嘅無後極樂，根本係違背咗生物本能同生理事實，更加將成個文明推向極之危險嘅人口崩潰陷阱。所以我哋一定要重新定義，小朋友其實係社會最寶貴嘅資產，而唔係負擔。我哋成日講國力，其實人口就係國力。如果你冇足夠嘅新一代，你講咩社會福利、經濟創新或者文明傳承，呢啲全部都係空談，遲早一日都會玩完。養育下一代其實係為成個社會創造未來嘅公職，呢份付出應該得到社會最高嘅尊重，而唔應該被當成係女性職涯上嘅絆腳石，或者係個人發展嘅包袱。由社會最大利益出發，我哋一定要對抗呢種反生育嘅洗腦風氣。如果我哋唔尊重生育嘅價值，人類文明根本上冇可能行得遠。我哋睇翻啲數據先，數據係最誠實嘅，佢證明咗家庭教育其實係極之高效嘅投資。根據 NHERI 2024年最新嘅長期追蹤報告，在家自學 homeschooling 嘅小朋友喺標準化測試入邊，平均成績比公立學校嘅學生足足高出15到30分。最厲害嘅係，無論家庭收入高定低，父母學歷點樣，呢種優勢都係一樣咁明顯咯。呢個結果話俾我哋聽，由媽媽傾盡心血去教，係遠遠勝過政府嗰套官僚標準化嘅工廠式教育。私人領域嘅教育價值係公立體系永遠冇辦法取替㗎。除咗家庭同教育，現代女權鼓吹嘅係全員職場，仲帶嚟咗一個好嚴重嘅經濟副作用，呢個就係雙薪陷阱。當成個社會被推動到所有女性都要出嚟返工啦，勞動力嘅供應一下子變咗雙倍，結果係點呢？多咗嘅收入有冇令到大家嘅生活變好呢？結果係反而推高咗資產價格，特別係房價。今日嘅家庭係要靠2個人一齊做嘢，先至啱啱好維持到以前一個人做嘢嘅生活門檻，根本係購買力嘅假象。同時政府為咗要搞托育補助，保障所謂嘅職場公平，建立咗極之龐大嘅官僚體系，直接導致稅收嘅大幅增加。最危險嘅係家庭財務被拉到最極限。以前單身時代，如果有一個人失業，仲有一個人支撐，但係喺雙薪時代，家庭完全失去咗抵抗失業同通脹嘅回衝能力。呢個唔單止係理論，更係有實證數據支持。根據美聯儲以及學者 Elizabeth Warren 喺2003年嘅權威研究顯示，雙薪家庭嘅名目收入雖然增加咗 75%， 但係扣除咗必要開支之後，可支配收入反而減少咗 25%。 點解會係咁嘅？因為當全社會嘅家庭都有2份糧嗰陣，大家只會喺住房同教育等嘅優質資源上面進行瘋狂嘅炒價，最終辛苦賺嚟嘅錢全部都落咗去高房價同埋高稅嗰度，大家做多咗嘢，生活花費反而比以前更加緊張。面對住呢啲困境，我哋嘅出路係咩呢？就係要回歸自由同尊嚴，重新承認家庭嘅公職。家庭教育應該被視為一種極高嘅產出、極具專業性嘅社會貢獻。
我哋應該喺文化上同稅務結構上給予家庭主婦對等嘅尊重同支持。自由至上主義強調嘅係選擇嘅自由，等到女性可以自由選擇進入職場去創造經濟價值，或者選擇深耕家庭去培養未來嘅社會資產，兩者都係基於個人能力同價值嘅貢獻，而唔係靠政府行政命令去搞強制配額。喺政策層面上面，我哋有3個明確嘅改革方向。第一，推行教育券制度，將教育資金直接交翻俾家長，鼓勵家庭自主選擇去進行自學 homeschooling， 減少政府官僚對下一代嘅思想管控。第二，支持自願嘅家庭分工，透過稅務優惠減輕單身家庭嘅經濟壓力，等到家庭可以根據比較優勢自由分工，唔需要逼每一個媽媽都一定要出去打工。第三，恢復家庭喺深度教育入邊嘅核心地位，重新提升下一代嘅人才素質。總結今次嘅簡報，我哋主張要重建一個互補合作嘅文明。第一，回歸自然秩序，承認兩性喺生理上同心理上嘅差異係優勢，而唔係缺陷。我哋應該推崇相互依存，而唔係極端嘅絕對獨立。第二，捍衛公職主義 meritocracy， 廢除性別配額等嘅干預手段，等到能力決定職位，確保社會資源配置可以達到最佳效率。第三，以文明存續為先，堅決對抗生仔係負擔嘅極端利己論述，重修生育同養育嘅尊嚴。自由至上主義並非反對女權，而係反對以平權為名嘅國家權力擴張。唯有回歸個體自由、公職秩序同兩性互補，我哋先可以實現真正嘅社會最大利益。